共报道。后礼拜就是5日咯，桃园机场预估21到26平均一天的旅客会有13万人次，日人上济会有13万6千人，所以嘛呼吁要出国的旅客上好就爱提前3点钟到机场。机场内底4界拢是关行李准备出国的人，也有真侪人回国。根据统计，2023年桃园机场1到5月旅运量将近1204万人次，恢复到疫情进前的59%。疫后机场人潮真侪，所有民众发现乱象，亲像行李转盘疏送大边啊，明明写徛伫黄线后边等待，煞一堆人徛伫黄线内底，人一济，后边的人根本是看不到家己的行李。眼睛都盯着那边看了，不会去注意看到这个。没有注意到地上有黄线。对啊，黄线是很明显，我们都站在黄线后。这里已经好很多了，比大陆，但是国外比这里更好一些。桃园机场有公告一个假期疏运期至1到2日总共6天，客运量将近80万人次，航期期间2985架次，平均每天旅运量会到13万人次。已经甲2019年疫情进前平均一运量是差不多。呼吁离境的旅客提早2点半钟到3点钟到机场，使用自助行李托运等智慧化服务设施，加速报到的效率。从6月21号人潮就会开始涌现。那根据我们的预报系统，那6月22号是旅运量的最高峰，到达13.6万人次。机场公司表示，每天入境人上济时间是下晡3点到6点，加暗时8点到10点；离境人上济时间是早起8点到10点。所以也是叫整备疏运工作，依照旅客有无人数、航班一时动态，协调 CIQS 也就是海关、证照查验、检核甲安检，进行人力甲资源调度，也增加餐饮的供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